梗係啦，係啊，我讀過醫學院同埋研究院，不過主要都係專注嘅研究院，所以我有個博士學位係生物學同埋藥理學嘅博士。我哋研究咧一直都係關於心血管系統，所以由一開始我就試下揾出咩原因會導致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冠狀動脈疾病等等。通過努力工作，追求我嘅夢想，並試圖解開呢一切，我發現我哋嘅身體會產生一種非常神奇嘅分子。如果我可以咁稱呼佢嘅話，佢叫做一氧化氮，或者稱 NO。呢個係我哋產生嘅一種分子，可以保護我哋免受各種心血管疾病嘅侵害，並且係一位相當謙虛嘅人。喺個故事中咧，聽到佢遺留咗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細節，因發現人體內嘅一氧化氮而獲得諾貝爾獎。正確嘅，係嘅。我因呢項工作咧獲得咗諾貝爾醫學獎。大多數人唔知道諾貝爾獎有兩個標準，第一，你必須做出原創嘅首次發現，因此我發現咧身體會產生一氧化氮，但呢個仲唔夠。獲得諾貝爾獎嘅第二個要求係你嘅發現咧必須對人類有明顯嘅益處。